啊！曝光病逝，不少大学生主动参加悼念活動，同時也向當局表達不滿，要求政府加快民主改。係因為自從香港唔能夠再悼念六四之後咧，喺海外好多國家都有香港人嘅集會啦。咁唯獨最近香港嘅台灣冇，所以我覺得我哋既然香港已經唔能夠悼念六四啦，咁我哋嚟到台灣一個自由嘅國度，更加有責任企出嚟咯。偏偏嚟香港最近，而家1個鐘頭航程嘅台灣就冇。